歌谣，然后这个歌谣其实也是存在很久了。那它主要就是说，其实它很多意思，在不同场合有不同意思，但是唱在这里的时候，也是分享给大家，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，可能是从你的家，从你的信仰到达任何的地方，来到台北工作，来到你自己想象，好像没有什么词的，对，或是来到这里，对。那我们台九线常常有一种玩笑哦，我们出去任何地方都是为了再回家，再回来。对，那这首歌是部落的歌，那它常常也是提醒我们，对，出去去哪里都不要忘记出发的那个力量。对，临时升3个 key 哈，没关系。对，就是为了口琴嘛。哎，对。老师给我大53的灯，大53的。对，1200公尺要太高了。
박수. 완전히 네.